1941年12月30日至1942年1月2日，英軍與日軍在金寶子彈山經歷了4天4夜的激烈戰爭。當時也是日本進攻東南亞，然而也是英國殖民地時期。英國為了保護馬來亞，防止日軍的侵入，捨命的在山上拼命的防守了4天4夜。英軍得知日軍即將來襲，以短短的7天時間，聘用了當地的華人與印度人，在山上進行伐木和挖掘了不少戰壕。在山上都擁有着可用來掩護和反擊的戰壕，每個戰壕上都配備了機關槍等的軍事設備。每個戰壕都有長度、深度與闊度，供2位至7位軍人之用，而高山頂部用於偵察軍情之用。由1941年12月8日起，日軍從北部開始進攻馬來亞。由於馬來亞的地勢比較平坦，所以日軍的進攻幾乎非常的順利進行。17日後，日本以4架戰鬥機摧毀了金寶數10個建築物，包括金寶古廟、戲院街中心地帶、10間店鋪。日軍以短短20天的時間，成功拿下了以下的地區：怡保、珠毛和豐等等。日軍成功拿下了幾個地區過後，決定攻打金寶，以拿下金寶作為日本天皇的元旦禮物。12月29日也是日軍進攻的第21天，亦是攻打金寶的第一天。日軍決定從雙溪古越和東興港進入金寶，但是進入金寶需要通過一座橋梁。英軍為了阻止日軍侵入，已炸斷了此橋梁作為計劃的一部分。日軍看見橋梁已被英軍摧毀，但也阻止不了日軍拿下金寶的心，以很快的時間就維修好了橋梁，順利的攻打進入金寶。日軍進入金寶後，英軍以子彈山作為最後一道防線。由於英軍是防守陣營，可在高處部署戰略地點，即使日軍採用衝鋒、突襲或自殺式攻擊，也無法攻破防線。英軍的重炮偵察兵利用山的高處，輕易把日軍的坦克給摧毀。以形勢來講，英軍明顯佔了優勢，無論大炮的數量或是槍械的先進度，英軍也是佔了上風。而且英軍子彈方面，糧食和其他的軍需也能夠挺2個月。英軍雖然地形、武器或技術上都贏日軍，但唯一輸給日軍的是人數。英軍與僱傭兵的數量大概有1300左右，而日軍數量卻有4000左右。人數形勢來說，日軍的確佔了上風。簡單來講，一個英軍單位就要對付3個日軍單位，需要以1敵3來對抗。1942年1月2號下午時分，有部分英軍戰地被日軍取下，但數小時後又給英軍取回。因此，日軍在沒辦法攻入之下，唯有改變策略，打算由海路再增加士兵，從霹靂河進入，到安順半港上岸，在金寶後山嘗試攻破。因此，英軍看見此形勢，就覺得對己方不利，反敗為勝變得更渺茫。英軍只好改變策略，放棄子彈山，在半夜時分，從側邊的一條通道離開山脈，直到吉隆坡鎮守。英軍改變策略之後，只留下少許的士兵防守，留下防守的士兵主要是掩護其他士兵離開，到最後也不敵日軍，為此戰爭壯烈犧牲。英軍在金寶最後一道防線宣布失守之後，日軍就乘勢追擊，在短短的55天之內就成功佔領了馬來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怡打六啊，怡保嘅怡啊嚇。都正話你哋睇嗰啲影片呢，佢 AI 講嘢噶啦，就係我第一次拍嘅，即係唔係拍啊整出嚟噶啦。希望你哋中意啦。或者我係講嗰啲比較歷史嘅啫。點解我會整嗰啲嘢呢？就因為前一排啦嚇，我就同2個探靈者就去子彈山金寶子彈山嗰度，就去到探靈啦。
所以嗰兩位如果之前有睇我嗰啲影片咧，都知道噶啦。嗱，我放呢度啦嚇，一個放呢度，嗰個呢個就係探靈王啊，你哋可以去關注下啦嚇。呢個就尋靈者，大家都可以關注佢嘅。所以我就係跟佢哋兩位去子彈山嗰度拍下啲嘢啦，探下靈咁樣啦。跟住咧去到嗰度嘅時候，咪就見到好多嗰啲戰壕喎，仲係二戰時代留低嗰啲樣嘅，好感觸啦！見到啲仲有遺留嘅嘢仲喺度，所以我就決定整一個影片出嚟。我又想了解下嗰個故事啦。當然影片入邊嗰啲故事咧，我哋係上網抄嘅資料嗰啲相啊，嗰啲故事啊，我都係嗰度抄翻嚟嘅。所以嗰啲上網抄嘅資料咧，都係我哋參考㗎啦。我多謝網上嗰啲人先啦嚇，攞到嗰啲資料可以攞嚟純屬翻嘅故事出嚟。跟住咧，我想講嘅就係，當我了解嗰個故事之後啦，感覺嗰時候戰爭真係好令人心痛嘅。講嗰啲英國軍點樣防守啊，有嗰隻反敗為勝嘅心啊，到佢哋絕望啊，決定撤退嘅時候嗰啲都好感觸下嘅，成日聽到都。你隻貓貓就我由細養到大嘅，所以我想講嗰個影片咧，陣間我就會放一段仔出嚟啦，山上拍嘅。嗰時去靈探就會有發現都唔少嘢喎，其實之後就可能冇咁快啦，可能分鐘可能1個月或者多兩個禮拜咁樣先放啦，我哋。所以陣間我就放啲影片俾大家睇下啦。OK， 我哋去片。嗰個日軍入侵呢個金寶嘅，咦？聽到咩事？我會又話嗰度有嘢有個。咁講你分分鐘咧死過人㗎，唔出奇啊喂！我都聽到，我唔知係咪山豬聲啫，有可能動物聲，山豬聲都唔似啊，知咩聲？